Hello，歡迎又翻到嚟 Cheryl 講故仔嘅時間啦！大家咧有冇聽過一個最近好魔幻嘅新聞啊？如果你手頭上咧有一條256G 嘅呢個內存條，亦都係記憶體或者 RAM 啦，而家咧係賣到4萬幾嘅人仔噶。有啲朋友計過咧，如果你有足足嘅一盒嘅呢個記憶體咧，喺我哋房價非常之高企嘅一線城市咧，你甚至乎可以買到一棟二手樓啊！大家有啲人就會諗啦，喺前嗰幾年咧，如果你喺2023年咧嘅時候有一個消費級嘅 DDR5 記憶體咧，嗰陣時咧可能仲係幾百蚊嘅啫，而家都係幾百蚊，不過就漲咗3倍喎。有朋友就疑惑啦，而家科技越嚟越進步，點解呢一個小小嘅記憶體咧，居然可以越嚟越貴咧？甚至乎可以咁講，可以堪比房產啊，或者係黃金啊！今日我哋就用6分鐘嘅時間同大家解釋一下，究竟點解一條記憶體咧可以主宰到 AI 時代咧？喺呢度咧，先同大家澄清一個概念啊！啱啱我提到嘅4萬幾蚊嘅呢個人民幣嘅呢條記憶體咧，並唔係大家平時裝機或者係打機玩遊戲嘅一個記憶體嚟噶，而係咧256G DDR5 RDIMM 服務器嘅專用記憶體啊！佢帶有多個嘅功能啦，包括呢個寄存器嘅緩衝啦。但係就算剔除咗我哋講到嘅運營成本啦，佢嘅漲幅咧亦都係非常之驚人嘅。有媒體報道過咧，自從2025年嘅7月份起咧，我哋講到嘅呢個記憶體咧，其實佢嘅漲幅咧係高達咗300%嘅。就算我哋平時會見到嘅消費級嘅呢個記憶體咧，亦都係漲咗2至3倍噶。甚至乎咧，摩根士丹利亦都係預測到咧，今年2026年咧，佢嘅漲幅咧仲要再往上升62%噶。如果我哋用商家嘅講法咧，可能更加之直接噶。喺2023年或者係甚至乎係2020年之前啦，你有諗過2000到3000蚊咧就可以為一部普通嘅電腦買到數？而家咁講啦，4000蚊咧都未必得噶。上2個星期咧，我有諗過要買一部普通嘅電腦噶。以前嘅諗法入邊咧，其實1-2千蚊咧，亦都可以買到一部平平地嘅二手電腦噶啦。事實上咧，如果你想喺入邊加一啲 design 嘅功能，甚至乎係打機更加暢順嘅話咧，而家5000蚊未必可以買到數噶。有啲人咁講嘅，如果你而家追一部電腦，其實同追一條黃金咧係冇乜嘢差別噶。不過大家都唔使擔心嘅，我哋啱啱提到嘅4萬幾人仔嘅呢條記憶條咧，唔係我哋呢啲普通人咧打機或者係平時用到電腦嘅嗰一種記憶體，而係咧收埋喺呢個 AI 時代入邊真正嘅大佬啊！大家可能咧記憶仲係停留喺咧一啲 RAM 咧，只不過係一個電腦嘅配件。事實上你就諗多咗啦，喺 AI 嘅時代，佢可以叫做油缸嘅存在啊！因為咧我哋嘅 OpenAI、Google， 甚至乎係內地我哋提到嘅百無大戰咧。如果你要訓練一個大模型咧，要用到幾萬張 H100、H200 顯卡組成嘅算力集群。有啲人咁講嘅，如果你部發動機咧，就算你有幾高級幾勁都好啦，如果你嘅油缸唔夠力嘅話，呢部車咧只可以喺原地兜圈嘅咋。更加離譜嘅係咧，即使你已經係三星又或者係 SK 海力士呢啲大廠咧，佢而家都要面臨一個兩難嘅選擇。你有住有限嘅晶圓，又或者係先進嘅封裝產能，究竟係生產利潤率超高嘅 HBM， 我哋亦都講到係高帶寬嘅呢個記憶體啊，定係生產 DDR5 咧？答案係非常之明顯嘅。如果你為咗滿足而家輝達 GPU 嘅需求咧，大部分嘅廠商咧都會將咧所有 DDR5 嘅產能咧切咗去做 HBM， 但係咧而家就造成咗 DDR5 咧呢個庫存咧係非常之短缺嘅。而家全球就為咗呢個稀缺性而埋單啦。所以重點就嚟啦，點解一條記憶體可以賣4萬幾人仔啊？因為佢已經唔係簡單嘅電腦配件咁噶啦，佢喺 AI 時代可以話係土地資源一樣嘅存在啊。點解我會話佢似土地資源呢？因為佢有3大特點係同土地非常之類似噶。第一就係佢嘅不可複製性，第二就係佢嘅決定生產力幾個上限，第三咧就係邊個先佔有佢，邊個就可以先擴張啦。第一，點解我話佢不可複製呢？因為可以穩定量產高容量 DDR5 RDIMM 嘅廠商呢，其實全球呢就嗰幾間嘅啫。喺服務器嘅記憶體一旦進入咗平台嘅驗證體系呢，切換呢個供應商嘅成本呢，其實對每一個人嚟講都係高到離譜噶。穩定性係比性能更加重要噶，大家根本冇得揀啊！第二就係佢嘅決定生產上限啦，更大嘅記憶體咧可以直接決定模型可以生到幾大，可唔可以支撐更長嘅上下文或者係複雜嘅推理。有記憶體嘅人先可以玩 AI， 冇嘅人只可以係做圍觀嘅嗰一位群眾啊。
最後就係點解我哋會提到邊個先佔有，邊個就先擴張啦。雲廠商或者係頭部嘅模型公司咧，已經開始提前鎖定內存嘅資源啦，價格唔再係按照當下嘅需求去定，而係按照未來嘅恐懼去定。大家如果有玩過大富翁嘅遊戲就會知道啦，邊個先佔有呢塊土地，邊個就先獲利，呢一個模式咧係非常之顯而易見噶。其實咧近半年咧呢一個效應咧，亦都係咧已經波及到我哋普通人身上噶啦。如果你見到一啲電腦鋪咧開始執笠咧，係因為以前可能賣一台電腦可以賺到一台嘅利潤，而家賣10台都未必可以及得上以前賣半台咁多啊。有好多時候咧仲要囤積一啲資金啦，又或者係供應商咧未必可以及時咁供貨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簡單嘅漲價嚟噶啦，而係我哋 AI 時代嘅馬太效應，資源飛速咁向呢個頭部去集中。未來嘅呢個 AI 創新啦，可能未必可以再喺我哋普通嘅人身上咧可以去誕生噶啦，而係一啲有無限資源嘅巨大嘅投資公司入邊咧，先可以誕生到呢個 AI 科技嘅創新啦。而第二個黑手咧，當然就係個壟斷啦。我啱啱都提過啦，有好多講到嘅呢個記憶體嘅生產廠家咧，事實上全球咧一直都係嗰幾間嘅啫。大家咧只要話聯手漲價咧，我哋普通人根本咧可以話係完全避無可避嘅。最後咧就係一個無形嘅手啊，就係稅費啦。大家提到嘅4萬幾蚊一條幾個記憶體啦，成本唔會直接落喺你同我買電腦呢個賬單上邊，但係會俾人分攤或者係轉嫁到更加隱蔽嘅地方。雲服務器嘅租金漲咗啦，大模型嘅調用費咧係貴咗啦，中小 AI 創業公司嘅生產曲線咧更加地傾斜。頭部嘅廠商咧可以用規模消化波動，中小團隊咧就只可以咧喺模型嘅參數啦、訓練嘅頻率上邊不停咁樣去妥協噶。算力咧淨係喺度由呢個技術民主化嘅工具上邊變成咗一條咧貧富差距越嚟越清晰嘅分界線啦。所以而家咧，其實喺呢個業界之內咧，亦都有兩派咧，都嗌緊交噶。有一派話咧，事實上而家亦都係泡沫嘅前夜啦。一旦呢個基礎資源嘅漲價潮咧，導致咗下游嘅消費能力跟唔上咧，如果我哋嘅模型嘅訓練模式咧改變咗，其實成個產業咧都會因此倒塌噶。但係另外一派咧亦都話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嘅變化 ，AI 咧唔係短期嘅概念啦，記憶體嘅替代周期非常之長，所以佢嘅需求係真實噶。但事實上，無論係邊一派嘅觀點咧，我哋都認同同一個概念嘅，就係我哋已經進入咗一個基礎算力資源咧，唔再溫和，亦都唔再平價嘅時代啦。到最後啦，我哋嚟總結一下，喺我哋講到嘅記憶體瘋狂升價嘅呢一件事後邊咧，其實係 AI 產業帶俾我哋嘅一個結構性嘅大調整啊。當一個普通嘅配件而家變成咗決定 AI 時代嘅一個基層土地嘅時候，佢一個價錢就會脫離我哋嘅認知。科技嘅進步帶嚟嘅唔係越嚟越平價，而係更加之殘酷嘅一個資源爭奪。對於普通消費者嚟講，千祈唔好被追新嘅呢個心態去綁架，夠用就可以啦。但係對於行業嚟講，只有打破壟斷，鼓勵國產嘅呢個記憶體發展，先至有機會結束呢一種瘋狂升價嘅局面。雖然咧，我啱啱咧不停咁同大家強調啦，4萬幾蚊嘅呢個內存咧，唔係我哋平時嘅時候可以用到噶。但事實上咧，你而家用到一啲 AI 嘅功能啦，又或者係一啲雲端嘅服務器咧，都係為呢個4萬幾蚊而靜雞雞咁埋咗單噶。熒幕前嘅你咧，有冇咧因為呢一個記憶體嘅呢個升價咧而延後咗你買電腦嘅計劃？好似我咁咧，又或者係咧有冇因為呢個記憶體嘅升價咧而喺入邊咧賺咗一筆咧？不如咧你喺呢個留言區入邊咧同我傾一傾，因為呢一個瘋狂嘅記憶體咧，你有冇一啲故仔可以同我哋講嘅？咁其他咧我哋留翻下一期繼續同大家講下。